大家好，我哋係中原地產西沙專員，我係 Terence， 我係阿 Ann， 我係 Jono。我哋而家身處嘅位置呢，就喺 Sierra Sea。我左手邊嘅一期呢嘅業主呢已經陸陸續續開始收樓啦，而我右手邊嘅二期呢亦都準備開賣。我哋而家就嚟開箱呢一個喺我哋區屬於一個最大項目嘅會所。如果想知更多呢，記得睇晒呢條片去啦。Sierra Sea 嘅會所咧，佔地148萬平方尺，主要咧有3大主題同埋4大特色地帶，當中咧有168項嘅設施喺裏邊㗎。喺我嘅身後係呢一個會所其中一個亮點 Lakeside Lodge， 總共有5個主題嘅小屋可以提供俾住戶預約享受。呢5間湖畔主題小屋分別有音樂、SPA、美食同埋山系露營。咁除咗高柏嘅商場入邊有唔同嘅餐廳啦，會所本身都提供咗一個餐廳俾所有住戶去享用嘅。會所另一個大亮點就係呢一個泳池啦，而佢只係5個泳池入邊其中一個啫。嗱，咁而家嚟到會所嘅室內部分，咁呢度有各式各樣嘅設施。仲有一個設施超級齊備健身室。喺我身後嘅2A 期呢，相信會喺好短嘅時間呢就會推出市場啦。而我哋作為主區呢，將會俾到最快最準嘅資訊俾大家。如果大家對呢一個樓盤都有興趣嘅，就快啲聯絡我哋啦。